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廣州土著頻道，我係方亮。今日呢一條片係專門講奧巴馬保險，可以講係2025年最完整嘅入門知識。我今日要出呢條片，原因係有朋友因為要買保險，去到保險公司一問，一個月千幾蚊美金，嚇到腳仔軟。甚至打算唔買保險。講真，美國嘅醫療費貴到離譜。如果冇保險嘅話，出一次急診就係幾千蚊。我同佢講，如果你未夠65歲，冇紅藍卡，冇公司醫保，喺美國又係合法居住嘅，奧巴馬保險係性價比最高嘅保險。今日呢，我就要用最簡單嘅方式帶大家一次搞清楚下面幾點。第一，2025年奧巴馬保險係乜嘢？第二，收入要幾多先可以保費大減，甚至係零保費？第三，點樣估算自己嘅收入？第四，新移民要注意啲乜嘢？如果你從頭睇到落尾，我保證你睇完之後，比好多住喺美國10幾年嘅人都清楚。甚至如果你去問保險經紀嘅話，人哋都未必有咁多時間同你解釋得咁清楚。第一部分，奧巴馬保險係乜嘢？奧巴馬保險嘅英文名稱就叫做 Obamacare， 其實係美國65歲以下最重要嘅醫療保險制度。等於係政府出錢幫你補貼，令到你買保險嘅時候唔會搞到破產。喺網上就可以買到，唔需要任何公司提供。條件係只要你未滿65歲，冇公司醫保，冇白卡，亦即係講冇 Medicaid， 合法居住喺美國，基本上都係奧巴馬保險嘅用戶。第二部分就係今年幾時買？奧巴馬保險每年只有一次投保開放期。對於大部分州嚟講，係從11月1號到第二年嘅1月15號，但係新澤西州延長到第二年嘅1月31號。如果你話想保險喺1月1號生效嘅話，大部分嘅州就需要你喺12月15號就要完成購買。但係新澤西州延長到12月31號。第三部分，補助點樣計算？呢個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收入係補助嘅核心。奧巴馬保險有一條鐵律，收入低補助多，保費平；收入高補助少，保費自然就貴。咁呢個收入係睇邊度呢？唔少人誤解咗，以為係睇銀行嘅存款，以為銀行存款越多就越麻煩。其實買奧巴馬保險嘅時候，奧巴馬保險俾你嘅補助有幾多，完全同你嗰個銀行存款係無關嘅。另外呢，就有啲人以為呢，奧巴馬嘅補助係睇佢嘅年收入，譬如講佢嘅年收入係4萬蚊。咁奧巴馬補助幾多就係睇住呢4萬蚊，或者有啲人自僱做生意，佢嘅年收入係4萬蚊，佢自己話自己支出咗3萬，實際收入整得1萬，咁呢個奧巴馬補貼就係睇佢呢1萬啦。可以咁樣講，呢兩種想法都係錯嘅，完全係錯誤嘅。咁奧巴馬補助係睇邊度呢？收入係睇邊度呢？收入係睇稅局所定義嘅所謂修正後總收入，英文名稱嘅簡寫就係 MAGI。咁呢個 MAGI 係乜嘢呢？其實佢係稅局根據稅法計出嚟嘅收入。呢一個收入完全同你銀行裏邊嘅餘額、銀行裏邊嘅結餘完全無關，亦同你自己覺得自己賺咗幾多錢無關，而係根據報稅表104年上邊嘅收入作為主要參考計算出嚟嘅。所以奧巴馬保險嘅補助就係根據呢一個 MAGI 嚟計嘅。如果你係新移民，從來未報過稅，
咁你就可以去當地嘅 marketplace 裏邊進行估算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 MAGI 到底係幾多，可以喺留言區裏邊寫一句想知道自己嘅 MAGI 係多少。如果有超過100個觀眾留言，我會專門拍一條片解釋 MAGI， 唔使錢，免費嘅，等你知道點樣一步一步去查。普通人有5個渠道可以查到自己嘅 MAGI。第4部分收入例子，喺呢個部分裏邊，所有收入講嘅都係 MAGI。例子1，夫妻收入28,000蚊，呢個收入補助非常高，甚至可能會係零保費。例子2，夫妻收入係36,000到40,000蚊。好多華人都會喺呢個區間裏邊，保費大概每個月係150到350，補助仍然好大。例子3，夫妻收入喺55,000蚊以上，呢個時候嘅補助就會急劇下跌，保費可能升到400到800蚊。第5部分銀計劃，奧巴馬保險一共有4級，銅計劃最平，保費最平，但係睇病嘅時候自己揞荷包俾得最多。銀計劃補助最多，性價比最高。金計劃保費貴，但係睇病嘅時候自費部分相對又平啦。白金計劃最貴，最少人揀，大部分補助都係根據銀計劃嚟計算嘅，所以好多家庭都係揀銀計劃最划算。第6部分，點解估算你嘅收入咁重要？你自己報嘅收入其實就係頭先講嘅 MAGI， 會直接決定你得到幾多補助。你估得太低，政府俾你太多補助，喺第2年報稅嘅時候你要還翻轉頭。估得太高，你今年嘅月費就要俾得貴好多。咁應該點樣做呢？你攞出上一年嘅104年報稅表，問一問你嘅會計師。但係如果你又唔想花錢去問你嘅會計師，又想知道自己有幾多 MAGI， 咁麻煩你喺下邊留言寫上想知道自己嘅 MAGI 是多少。如果超過100個人，我會拍一條片詳細話俾你聽點樣去查。普通人有5個渠道可以查到自己嘅 MAGI。第7部分家庭收入常見誤解，有啲人覺得子女同自己同住嘅話，子女嘅收入要計入家庭嘅收入，未必。只要子女自己獨立報稅，唔係你嘅受養人，亦即係講唔係你嘅 tax dependent， 佢哋嘅收入唔會加入到你嘅 MAGI。呢個一定要清楚。第8部分新移民自僱人士要特別注意。第1，自僱人士，譬如講做現金工嘅、開 Uber 嘅、做 YouTube 嘅 ，IRS 都有自己嘅計算方法，唔係你自己覺得開支咗幾多，剩翻幾多就係幾多。第2，新移民從未報過稅，咁只能夠估算，到下一年報稅嘅時候可能會有調整。第3種情況係收入變高，譬如講2025年生意好咗，收入高咗，咁有可能喺2026年報稅嘅時候要歸還部分補助。一句話總結就係，奧巴馬保險係先補助，然後對賬，補助多咗，年尾嘅時候要還少少，補助少咗，報稅嘅時候 IRS 會退翻俾你。但係還款其實係有上限嘅，唔會還到令你破產。下一條片我就想講一下，點解2個人嘅收入明明都係36,000蚊，有人保費係50蚊，另一個人嘅保費係500蚊。如果你想知道嘅話，麻煩你喺留言區裏邊寫低3個字，想知道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點讚、訂閱支持一下，我係方亮，下條片再見。